太平洋战争期间，琉球群岛是唯一和民军攻占的日本领土。战后，和美国接去，直到1971年11月10号，美国参议院批准通过甲琉球还予日本的条约。过当年，美国政府正式甲琉球还予日本。1999年11月10号，香港民生成龙票壁和艺人吴启年斗阵做伙。伊伫咧香港召开记者会，佮讲：我做全天下查甫人拢会做唔对。若即句话尾也嘛变做查甫人头食的经典名言。2014年11月10号，北京 APEC 亚太经合会本来就是中国日本的关系变好，不过敢若无这么简单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伫咧握手的时阵，两个人无啥表情，嘛无想要看对方。台比到迄天，习近平和韩国时任总统朴槿惠时阵，笑甲满面春风，互观众对因印象真深。